大家好，我係守安。我開始單元3嘅時候，單元3係講到帕金遜病復康嘅反思。喺開始嘅時候，請大家先聽我讀出一位女作家，一位好大年紀嘅離開世界嘅時候，女作家佢嘅一篇嘅散文嘅其中一段，以幾句：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又不能避免嘅事。無論係點樣高貴偉大嘅人，對呢件切身嘅事咧，都絲毫不能為力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哋只能夠將自己當為第三者一樣，旁立正聽住造化嘅安排。小朋友，我凝神睇住造化輕舒委婉安排我嘅命運嘅時候，我忍不住出聲讚嘆佢嘅心思同埋玄妙。呢幾句說話咧係選自冰心嘅《寄小讀者通訊第14》。曾經喺我開始呢一個給知音人正向人生系列嘅時候，話到喺病當中我係好多感悟，有呢個空間咧，同埋有呢種嘅心去思索人生。透過呢個病咧係可以有好多感悟嘅。